全球头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19地联合国通过，把海洋生物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全球海洋面积6成以上的国际水域。另外，针对地球暖化，上新的报告嘛指出讲，喜马拉雅的山的冰川到本世纪末，应该会7成5拢会扬起，有2亿4千万人生活会受到影响。 全世界第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，19无预期通过。伫拍案决定时阵，全场拍破啊反复。这件案件讨论超过15年，联合国主导5轮的谈判，今年3月就国际水域建立海洋保护区确定本文。The ocean is the lifeblood of our planet, and today. You have pumped new life and hope to give the ocean a fighting chance. 这项条约将海洋生物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海洋面积6成以上的国际水域。研究显示，只要有海洋的所在，就有继续帮助累积人类喘气所需要的氧气的浮游生物。浮游生物提供全世界超过50%的氧气。目前，全世界只有1%的公海受到保护。这项条约将会当伫个国际水域建立海洋保护区，并且建构评估环境损害方法，因为去年12月，各国政府伫咧加拿大蒙特罗通过历史性协议，也就是2030年进前保护全世界38%陆地海洋的目标，搁再加强支持的力量。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上新的报告，因为全球暖化，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到这个世纪末可能会有75%扬起。 对生活伫咧这个区域的2.4亿人口，恐惊会造成危险的大水，也有水资源短缺。So basically depends how much emissions we're putting in the atmosphere if we try and keep the 1.5 or if we continue as we are now. 根据评估，若是温度比工业化水准进前悬摄氏1.5度或者是2度，规个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到2100年可能会扬30%到50%。 目前已经发现圣母峰溪堵的冰雪正伫咧快速流失。在2019年代，冰川消失的速度是比顶一个10年近65%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